至圣的上帝，阮作为组织伫教会内底，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手来保守，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阮手所做的工无空空。求上帝你的圣神进入每一个阮参加礼拜的兄弟姊妹的心内，主你用你的听，用你的心，你来对阮讲话，你来祝福阮。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侍奉每一个同工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将喜乐的灵放伫因的内底，求你将你天灵的权柄放伫因的嘴、因的手，互因所唱的诗歌、所走出的圣乐，互因所宣读上帝你的话，会通成做上帝你的器躯，将做上帝你加新约的权能，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祝福今仔日的礼拜，阮安尼恳求祈祷我所有圣名，阿门。
念着阿乐耶和华，念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这是咱的吟圣诗，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起立吟全首。我的上帝。
会请咱有缘徛伫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前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这里专用的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来启应。启应文33篇。以赛亚40章，启应文33篇。恁究竟要将一罪比评上帝？用什么形象甲上帝比评啊？你额捌看顶面，看之罪创造者的，照小目带遐个万军出来。伊一个一个称因的名。因为伊的大权能、大气力，连一个无欠。雅各啊，你啥事讲？以色列人，你啥事讲？我的道路稳默伫耶和华。我的案件无得到上帝料理。你敢袂知吗？你敢袂听见吗？永永伫地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伊无夜也无善。伊的智慧也无通测度，亚善的伊予伊能力，软正的伊加添因的气力。少年人也会善，勇壮的人也会跋倒。独独我靠摇摆，因要得到新的气力。伊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行也袂赢，走也袂先。这是搁来吟圣诗250首，圣诗250首，求主耶稣万福本源，咱坐地吟全首。这是无路。
同心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感谢你用慈爱来吸引阮，佮用永远的疼来疼阮，保守看顾阮拢平安。阮感谢阿罗你，亲爱的主，阮常常有意无意得罪你，求你怜悯赦免阮，使阮清气的心、正直的心，时时警醒，心存敬畏上帝，祈求上帝的心意。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上帝有个就是渡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个就是渡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个就是渡去世间的罪，使我平安。这是俄罗请圣歌队。上
遵守上帝的话，记载旧约圣经耶利米书31章第1节到第3节。31章第1节，耶和华讲：迄时我要做以色列投邦头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耶和华安尼讲：以色列互倒汰无了的百姓，伫旷野得到恩典，我去互因得到安息。早时耶和华对我显现讲：我用永远的疼恁，因为安尼我用慈爱牵恁。搁看新约圣经罗马人书第8章34节到39节。罗马人书第8章34节到39节。一罪定因的罪啊，基督耶稣已经死，尚且对死人中搁起来，坐伫上帝的大屏，也替咱祈祷，一罪要过断咱伫基督的疼，或是患难，或是困苦，或是困着，或是夭饿，或是疼痛，或是危险，或是来倒啊。亲像所记载讲，阮为着你的缘故，终日受死，看做亲像要杀的羊。37节，反正伫遮的拢总的事，咱对疼咱的得胜到有剩。因为我相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是将来的，有权的，是悬，是深，也是别个受造的物，拢袂话过断咱伫上帝的疼，就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所有的疼。讲道是讲袂当过断伊的疼，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耶稣，伫你佮我进前的即个礼拜，阮伫你的面前做伙主持的时，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听阮的祈祷，互主耶稣基督的疼，佮一摆充满伫阮的中间，特别充满伫心内若有遗憾、忧伤的人，愿天父上帝你通过即个日子，互阮领受你满满的疼，也通过即个日子，互阮的心内重新有盼望。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所以兄弟姊妹，对即礼拜开始，咱的教会2000年来拢咧守即个受难周。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伫今年的受难周，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也领受上帝所予咱上宝贝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疼，搁一摆充满伫咱的人生的中间。主的疼要改变咱的生命，愿上帝的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来甲咱讲安慰、应允、甲祝福的话。受难周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伫世间最后的一个礼拜，有真庄严的故事，有真深的应允。所以，咱的教会对拜一到拜六，咱有无共款的聚会，有祈祷会，拜五暗要伫喜乐堡医院有一个圣餐的礼拜。这个礼拜是帮助咱会当搁定心来甲耶稣基督伫伊十字架顶悬的疼，咱的生命重新来得到结连。愿主耶稣基督伫伊所设立用伊的宝血，用国我来应允咱。伫即礼拜中间，咱甲主耶稣来三亲近。所听兄弟姊妹，受难周伊最重要的意义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疼。有的教会因真庄严，所以因的教会内底有真侪图像，
咱台湾的教会较少即种的图像，伫欧洲真侪的教会，几啊百年的礼拜堂，因有的礼拜堂内底会有耶稣基督顶十字架受苦迄个像，叫做耶稣苦像。甚至有的教会会伫因的教会回廊，因会放玛利亚抱耶稣基督，对十字架顶悬放落来，迄个顶死的耶稣基督，玛利亚流目屎抱耶稣，这像这图片。拢咧代表讲起一个祝福的故事。所以，兄弟姊妹，虽然咱的教会无即种的布置，但是愿咱通过咱的灵修，伫即礼拜中间每一暗的礼拜，咱来亲近咱的主耶稣基督。欢迎咱来到教会，咱过即个受难周的祈祷会。如果咱都合相袂拄好，咱嘛会通伫咱的教会晚祷的直播顶悬，咱做伙伫主耶稣基督的听来相拄着，所以这礼拜我要甲兄弟姊妹用祈祷会，用受难周，咱来做一个祈祷，讲主耶稣求你将你的听放伫我的心内，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听来医治我、改变我。这个听是心中的听，这个听足奇妙。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对你讲话，互你明白，这个听是一个稳定，但这个听更较要紧。伊毋是一个气魔节，你听迄个气魔节啥物意思吗？咱台湾人都听有啦，虽然伊是日语，气魔节的意思就是一种的情绪性的感受。我感觉足好诶，这种气魔节真亮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即礼拜中间，咱来享受主耶稣甲咱做伙迄种的满足，迄种的听，听是什么种的滋味？兄弟姊妹，听是什么种的滋味？等下我要甲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听改变一个也未5岁的囡仔，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祷讲，毋是故事，是我。我虽然听到真侪故事，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听，因的生命得到改变。但主耶稣基督，迄毋是故事。伫今仔日个礼拜，我的人生要互你的听来充满，因为主耶稣你的听来充满我的时，我的生命就要充满幸福的感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对上帝来发出这个祈祷，咱用祈祷来过这个礼拜，伫这个受难周的中间，甲耶稣基督相拄。所以这礼拜今仔日个分享圣经的讲道，牧师要甲恁分享3项。第一，咱甲主祷讲，主耶稣让我在爱中与你相遇。主耶稣让我在爱中与你相遇。无论你过去的生活，你感觉是幸福，还是郁卒，还是感觉真遗憾，对今仔日开始就甲主耶稣祷告。主耶稣无论过去的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是怎样，但对今仔日开始，主你带我行幸福的人生。主耶稣求你将你的听充满伫我的内底，互我明白，你实实在在听我。一个互主听过的人，伊就会听家己；一个主耶稣听过的人，伊自然而然，伊过去的创伤，伊心内侪遐过去无好的回忆、记忆、经验，拢因为耶稣基督会医治透放。咱的生命要有一种新的态度，甲主祷。主耶稣伫即礼拜受难周，每年的受难周拢互咱大一岁，每一年的受难周拢互咱成长、幸福。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求你伸你的手摸我的心，主耶稣求你伸你的手摸我的心，实实在在互人摸到的感觉。无论是互人用听摸你的喙皮，无论是老爸老母用听摸咱的头壳，无论是老爸甲咱摸咱的脚趾片，毋免惊。咱会当甲主耶稣祷讲。主耶稣，虽然我看袂到你，但是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我要静静坐伫礼拜堂，对今仔日开始甲过活节，伫过活节来临进前这7天，互我亲自真实来经历着你天年对天顶所想事我，迄个看袂到，将是幸福充满的听。愿主听咱的祈祷，每一个兄弟姊妹无例外。所以今仔日这3项的课题，咱来斟酌。牧师甲恁分享的是恁讲阿们。我甲恁分享的时阵，若有圣经才有圣神感动恁，
恁阁甲上帝祷讲，主啊，感谢你通过牧师今仔日的提醒，主这是我白，你就对你的心来甲主讲，主感谢你。所以第一，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来用祈祷，咱用祈祷的中间，你有存出双手也好，无存出双手也好，咱甲主祷讲，主伫今仔日的礼拜，求你互我领受，我未堪得，但是是上帝你所赏赐我伫人生中间上宝贝。就是上帝对天灵来神圣的疼，这个疼要改变咱的人生。一年前的4月初4，咱的素贞老师也因为这个缘故，伊伫去年伫咱中间洗礼，昨举行告别式。我一直咧回想伊伫这年来中间，对伊选择要做上帝的查某囝，我相信伊甲咱同款，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伊甲上帝祷讲。主啊，求你将这份的疼赏赐互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用祈祷来开始。咱甲主祷讲，主啊，我伸出双手来领受。主求你我的生命因为你的疼，我无搁再做一个苦命囝，我无爱做一个自卑的囡仔，我无爱搁做一个心内有真侪苦楚。我感觉我较遮歹命。主帮助我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主你的疼彻底上改变我。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始，一喙一喙，将伊的恩典放伫咱的喙的内底。最后说嘛，将伊的疼，真实甲你讲，我的囝儿，我实在等你足久，你若愿意，我要将我完全的疼来互你。伫今仔日的礼拜，既然欢喜恩主讲阿门的人，愿主的圣神将主耶稣基督的疼。赏赐予咱，你讲牧师会吗？兄弟姊妹唔好犹豫。当咱也未祈祷进前，耶稣伫2000年前，伊就用12节来表明，伊愿意。圣经中间有真侪人甲耶稣祈祷，因讲主啊，你若肯，也再注意听哦。有欠过的人甲耶稣讲，主啊，你若愿意，你若肯。主耶稣讲：“我肯，你会记吗？”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礼拜是为着你，不是为着你身边的人。今仔日的礼拜是为着咱每一个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已经伫主的面前学了的时光。主的圣神，这个时阵就要将上帝伊对天灵来的恩典甲伊的慈爱赏赐予咱。愿天父上帝甲咱讲话。今仔日的圣经2段。无论是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或者罗马书第34章、第8章38节、39节，伊咧讲起上帝的应允。上帝讲：“我要用永远的疼来听你。”你相信吗？你问上帝讲：“我敢会堪得？”上帝讲：“我要用我的慈爱来看你。”意思就是，我要用我的慈爱，用我的恩典，用我的疼，陪伴你到一生的结束。永远的疼，看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就相信，咱就经验，咱就相信，咱就甲上帝祷讲：主啊，试看卖咧。我以前唔捌你，但是伫今仔日我有听到这种的话，是出自圣经。我试看卖。慢慢来经验，兄弟姊妹，耶稣讲：求就互你，甲我讨的人，你就会得到。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所以今日圣经讲，无有任何的事，无有任何的人会通隔断上帝的疼。阿门。愿咱来到上帝面前，咱甲主讲：主啊，我有罪，我有真侪过去对你的无认捌。这罪阻挡我、隔断我，但是今仔日我知影，你甲我讲，连罪嘛无隔断，上帝对罪人会疼，呀，这你相信吗？愿咱伫主的面前放落遐个咱的自我控诉，咱会感觉咱是一个英语讲真老字，就是讲真差劲，还是讲真的真失败，真无路用。上帝讲，我的囝无有一个人无路用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主讲我要用永远的疼来听你。永远的疼是什么？
就是对过去、今仔日到将来，兄弟姊妹，特别是对今仔日到将来，永远的听是关系咱对今仔日开始，咱生活伫主耶稣稳定，甲伊的慈爱内底。兄弟姊妹，七起目屎，然后过去遐的经验阻挡你相信，咱个上帝讲，我要放下背后，努力向前。求天父上帝带咱行头前的人生的道路。所以圣经今仔日这两句话就是金句，咱有三个金句，其中两个金句写伫今仔日的周报，咱的书会为咱来读。有脊椎，就是讲有甚物人会当阻挡咱认捌耶稣基督？有甚物种的代志会当隔断上帝的听？伫这个所在，圣经第39节讲，无论甚物，拢袂通隔断人伫上帝的听。注意看这字，在，个落去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所有的爱。才有两字其中一字牧师甲伊涂掉，应该按两字拢留咧。第39节，伫上帝的听，伫耶稣基督的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咱伸出咱的手祈祷，咱伸出咱的手祈祷，咱甲主讲，请你赏赐予我，你的慈爱对天地来听。愿天父上帝将伊亲像老爸老母的听，伫今仔日的礼拜赏赐予咱。超越时光，2000年前是安尼，今仔日嘛是安尼，将来嘛是安尼。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所听遐这，无论你是伫直播顶悬咧参加礼拜，还是伫今仔日在座会场中间的兄弟姊妹，咱拢无互这个空间来限制。上帝真正真疼咱，互咱伫伊的圣神的内底，咱同齐来敬拜伊。第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我要看兄弟姊妹做伙做第二个祈祷。主啊，求你赏赐我属灵的智慧，互我明白你的听会改变我的生命。上帝的听会怎样咧？一个互主耶稣基督的听充满的人生，到底会怎样？2000年来，真多生命受伊改变。圣经希伯来书讲，这个圣道见证，亲像天顶的云，围绕伫众人的中间。恁会记得吗？圣经讲有最做见证的人，亲像云围绕伫人的中间。2000年来有真多伫上帝的主爱的中间，因的生命改变，有多人得到改变，有真尊贵、有智慧的人，因的生命得到改变。兄弟姊妹，咱嘛要得到改变。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咱来问、来思考。如果你若无真清楚，你若愿意，只要你放轻松。你甲上帝讲，我毋免想遐尼济，我就是要，我想要得到。但是有个人伊真爱，就是伊爱想清楚，伊才要爱，拢无要紧。无论你是对心中真自然而然讲，主啊，我毋免烦恼遐尼济啦。主啊，我就真自然而然甲你讲，阿爸天父，我要。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既然愿意开嘴的人，拢得到伊的帮助。一年前，牧师甲恁介绍一个家族的医生，伊伫人生最大的困境的中间，后来写这本册。上帝给予真大的恩赐，就是帮助。伊是一个小儿科医生，专门要帮助遐个受虐儿童。迄本册叫做《同深井效应》。恁有人有去买来读，有个人听牧师讲过这个故事袂要紧。今日牧师要佮甲恁讲，这个人伊的故事，甲伊讲的一个小小。真实在，互伊得到智慧的故事。伊伫伊失去伊的囝儿，伊的囝儿伫伊会足细汉红婴的时阵死去，所以伊无法度想象，因为伊甲红婴陪伴真水的婴儿房，买真水的衫，甲遐眠床，却是伊的囡仔死去。所以伫伊失去的时阵，伊亲像行尸走肉，一块肉去互挂掉。经过1年。伊即种的忧伤，也无法度释怀，无法度透放，所以一日起笑，甲伊的翁讲：“你陪我出来啦！我已经无法度去伫即个房间的内底，因为伫厝内我若看到红婴的衫，看到伊的面床，我就挡袂掉。但是还佫有一个囡仔，较拄嘛是拄2、3岁，所以伊的先生足烦恼，
因为要对太太开车出去兜风，放了这个囡仔，真两难。但是伊的太太已经挡袂牢，锁匙摕来就开车冲出去。伫十字路口直直说，忽然伫红青顶停落来。伊毋知要搁安怎开落去的时，有一个人来甲伊敲弄伊的车的窗仔门，甲伊讲：“你好吗？”伊我过看是伊的哥哥，伊真哭出来，挡袂牢。伊讲：“我很不好，我很不好，我很不好。”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有时安尼，所以这个医生后来伊写这本册，伊讲起爱能够扭转人的创伤。介简单来讲，这本册是讲安尼。伊咧讲起有真侪囡仔，伊无选择伊出世的家庭的观念，所以真侪囡仔出世的时阵，伊童年创伤，互伊的囡仔甚至有真侪想象不到的疾病。有的囡仔暴食暴饮，足大的大哭；有的囡仔伫忽然到5岁，真唔大汉，听到8岁、10岁，还阁亲5岁的囡仔，有足侪奇怪的病。后来，这个医生发现讲，这个叫做童年创伤。伊成做一个真专科医生，甲真侪医生做伙做研究，因感觉人的童年创伤是可以被医治。免伊讲，圣经早就讲啊，爱中就没有惧怕，爱就成全了律法。听是人生命中间上重要。这个医生讲5项的结论，其中的一项结论就是听。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伊毋是干那用嘴讲，伊做一个实验，伊甲真侪医生做伙做实验，因用一堆的鸟鼠啊，甲伊分2边，一边鸟鼠的囝的妈妈是真够照顾鸟鼠仔囝，有一阵是鸟鼠仔囝，伊的妈妈是生出来会晓生，但是拢无要插鸟鼠仔囝。这个妈妈鸟鼠仔妈妈直直甲煎。后来愈来愈大汉的时候，因发现，这个有疼鸟鼠的妈妈，生的囡仔足健康。后来因就甲抽血，甲伊检查，哦，原来有原因。伊搁甲这个妈妈甲伊放过来这边，甲这个妈妈摕过来这边。这个妈妈来照顾这个受伤的鸟鼠仔囝，这个妈妈嘛继续甲因钱因的身躯，因的。后来因发现这个鸟鼠啊恢复。后来抽血时阵，也发现讲，原来这阵受好的照顾有疼的鸟鼠啊，伊的脑液甲伊血液内底有一种特别的物件，叫做酵素。愿天父上帝，咱信耶稣毋免遐尼困扰，都爱搁靠甲咱解说。但是为什么爱甲恁讲这个故事？上帝就是活命的主啦，毋免靠甲咱讲，咱嘛知影。听是最大的力量，伊毋是起毛剂，伊就是生命本身。所以，第21世纪初已经有真侪科学家因咧做这种研究，因发现人真正遗传有2种，一种就是咱的 DNA， 你的父母什么种，你就是什么种。但是，另外一种就是环境，咱叫做表观遗传，伊的爸爸妈妈的性格，所以这是一个研究。迄个鸟鼠仔囝得到疼的时阵，伊的生命中间会产生一种的叫做端粒酵素。端粒酵素，这个端粒酵素会产生互人这个 X 啊，佮讲落去，今仔日礼拜讲袂了呢。这个 X 足趣味的吼。迄个粉红啊色，迄个叫做这个 X， 就是咱的 DNA 端末端啦。末端迄个物件会影响人的肠血受甲伊的健康。你若有疼的人，这个末端酵素就健康，而且会较长。但是，若有紧张、有压力，咱的生命中间会反正肾上激素会产生一寡迄个分泌物，迄个分泌物会自然而然会互人伫紧张的中间，迄个末端会受损、逼车、断落。这种的人生命较短，这种的人有心血管的病，有真侪。老师毋是医生，所以毋是今仔日甲恁上这个生物科学，毋是。我用这实在的故事研究来甲咱讲，上帝的疼会改变咱的生命。你问上帝讲，上帝伫圣经中间怎样讲你的疼？
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也未甲恁分享之前，我要将这个问题放伫恁的心内，恁会当家己找这个答案。通过恁家己真主观的经历，你伫祈祷的中间，上帝互你什么种的感觉？你讲上帝，你会听怎样改变我的家中呢？对今仔日开始，毋是圣经讲，是你有经验，然后你要伫圣经的中间讲，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早就用圣经来指导我，你甲我讲，什么叫做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每一个人拢懂得上帝的心。2礼拜前安陆的起信，陈慧甲起信，陈慧甲安陆带陈慧带起信去台北手术，已经倒来。手术了真成功，伊顶礼拜无来，伊惊因为手术了，惊讲若甲囡仔算有当时磕着，那个伤口还不是很完全。但是今仔日应该有在这礼拜会款，伊来教会散步的时，伫阮中间悠悠悠悠就甲伊聊天，讲着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就问伊讲你有哭无？咱这做大人足麻烦吼。人囡仔有哭无哭，甲你什么关系？你会惊无？来，起先讲一句足有意思的话。伊讲伫病房内底，另外迄隔壁的囡仔，迄弟弟毋知弟弟啊妹妹，一直哭一直哭，规工拢来哭。伊讲，伊可能毋知影，其实医生、护士阿姨甲爸爸妈妈所做会使的代志，拢是为着伊好。伊讲我起头小可哭，但是后来我就想着讲，妈妈带我来手术，医生甲阿姨甲我膏药的时虽然会疼，但是我知影因拢为着我好，所以我就无哭。兄弟姊妹，咱到老人，咱可能也无即个囡仔智慧呢。你敢同意？一个也未5岁的囡仔，伊太知影即种道理了。我爱甲陈慧甲安陆拍拍手，因可能真够教囝，但是陈慧安陆你若听着毋通骄傲这是圣神，恁相信吗？神的灵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互伊知影什么是好，什么人对伊好。而且有的人到老到死伊都无体会到上帝对伊的疼有啥物了不起啊！来，起先伊竟然会知影讲，我会忍耐，我会勇敢，因为所做这一切拢是为着我好。而这疼是什么？疼是什么？上帝的疼，互咱知影什么好，什么是唔好。上帝的疼，互咱有智慧，知影真理。所以不是真言，哥林多前书第13章，伊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凡事忍耐，凡事盼望。伊讲真多疼，但是到第8节的款，伊讲疼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听好一个4岁外的囡仔，伊会知影什么是对伊的生命是好的。牧师讲这个故事是要鼓励兄弟姊妹，咱来知影讲，上帝的疼要全然改变咱的心思意念，互咱知影伫人生中间，什么是重要，什么好。我拄则开玩笑讲，有可能咱到年老无一定，咱亲像这4岁囡仔会当明白这个道理。这毋是开玩笑。有真侪人信主一世人，伊并无一定会因为这个疼，伊的生命得到翻转。愿今仔这个礼拜中间，咱兄弟姊妹，咱明白道理，上帝的疼是一个会改变生命的疼。这伫网络文章内底，足侪人咧传，讲家庭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这对。因为这句话是咧讲，伫家庭的内底要互相包容、互相吞忍，但是嘛唔对，因为家庭是讲爱又讲道理的地方，恁同意吗？这个是对，因为伊咧讲是包容、吞忍，但是伊讲的还阁无完全，
因为上帝讲，爱就是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家庭，这个教会是一个讲听的所在，但是嘛应该讲真理的所在。伫恁的家庭中间，恁做父母嘛是安尼，互恁的囡仔伫听的中间来大汉。所以，上帝听是甚物？上帝听是一种信仰的语言，是一种的生命的特质。听毋是用讲的，听是用感受的。有听无听，大家拢知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3个祈祷，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认捌你的听。认捌你的听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恁会记这段圣经吗？上帝圣神帮助咱明白，上帝对天顶来的听是何等的完全、长阔高深。上帝听毋免通过牧师的讲道，一个较无的囡仔伫上帝面前流目屎。伊甲上帝讲：上帝，我好怕。上帝毋是用讲道，互伊不怕。上帝是用伊的灵、伊的圣神帮助咱。现在恁较爱听讲道，还是较爱互圣神的充满？爱互圣神充满。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那安尼上帝会听，天父听，到底是什么种的听？兄弟姊妹，恁注意读圣经。恁注意回想教会2000年来的故事，咱互相常常读到好的故事的时，咱有真感动，咱就会讲出来互别人听。圣经中间有真侪故事，第一个故事伫十字架顶悬头一摆，头一个悔改的人，耶稣伫十字架顶悬一边大擦鼓2个人，恁会记迄个故事吗？其中一个人伫遐甲耶稣讲：耶稣，你若到天堂，请你纪念我。恁会记无？耶稣会听，会互人生命改变，互罪人悔改，互自私的人变公开。不但安尼，耶稣会听，会互人，伊甲上帝讲：我只要你，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东西胜过世上的其他的东西。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安静，用敬虔的心，咱甲上帝祷告。求求你用你的听，互我明白，毋是用道理，是用你的圣神所带来。2000年来，真正真捌耶稣的人，因用一生为主来活。所听兄弟姊妹，今仔周报牧师互恁的金句就是：为着迄个替咱死耶稣基督来活。所以兄弟姊妹听，要改变咱的人生。我免甲你讲真侪故事，德蕾莎修女、圣法兰西斯，过来就是潘霍华德国的牧师，真侪故事牧师甲恁讲，这是极端的故事吗？这是咧甲咱讲起，若有主耶稣人的生命会有真大的改变。兄弟姊妹，你愿意活伫耶稣的内底吗？咱做伙同行，伫即个家庭的中间，咱做伙来享受主耶稣所互咱听。愿即个教会是为主来活的教会。愿咱所有在座兄弟姊妹，恁的一生享受，恁的享受一生会当享受上帝完全无保留的听。因为约翰福音，约翰讲：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约翰福音3章16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甲耶稣的听，天父的听，讲了上完全的人，我感觉是保罗。保罗讲，因为耶稣基督的听，所以一生充满热情。但白话字的圣经，巴结的牧师甲翻译讲，咱若讲，是因为基督的听痛催逼咱。咱的生命和耶稣基督的听充满的时，咱的人生就充满热情，行到天边海角，有3个博士的巴克利牧师，伊放弃伫澳洲的荣华富贵来台湾。上时嘛有几个博士的学位，一个叫做李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e），伊走去非洲；一个摕奥运金牌的 Eric，伊
连英国的女王，甲伊要求礼拜日去参加奥林匹克金牌比赛，伊就讲 no。但是伊一生是为着荣耀上帝来走。所以在座的上帝将来要使用恁的这囡仔，你们的生命可以为主而活。所以你姊妹，愿咱的囡仔会记得这句话。佮以替众人死，是指讲耶稣已经伫受难周为着众人死，后来伫搁活济搁活。这句话大概是咧讲这个意思。第5章15节，耶稣替众人死，是要互这个人搁活。后来活着的人以后无搁再为家己来活，乃是为着替伊死的耶稣基督来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对咱的邀请。嘛是对咱会提出一个鼓励，愿咱亲像保罗，亲像彼得，咱甲主讲：主，你为我死，我要一生为你来活。所以弟兄姊妹，为主来活的人无空空。咱的教会伫这30年来，咱的教会是因为有一定需要上帝听的人。咱的教会这30年来不说大话，但是咱的教会这30年来，咱讲要成就一个心灵之家。有小儿麻痹的人，有身障者，有社区软弱的人，有年老的长辈。这间教会真正就是一个需要有上帝听的人，咱做伙做亲人。但是兄弟姊妹，毋是干那安尼尔。上帝伫今年互我另外一条诗歌，时空不能阻绝他的爱，什么意思？上帝的教会是一个无围墙的教会，但是20年前赞美之泉唱一条歌讲：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上帝今年互咱看见，有真侪伫网络顶端，因在寻求能够听到上帝声音的孤独的基督徒，超越时空。所以咱的教会伫将来有检测有一种新的使命，主要互阮的教会真侪一个，会当在云端顶端甲人分享，没有主角，没有围墙，没有距离，这才是真真正正时空没有隔绝。伟成、佑真牧师长甲恁讲，妈妈永远住伫恁的心内，记得妈妈没有离开。所以妈妈的爱也是超越时空的爱。你的妈妈找到的是上帝让她免于恐惧、遗憾，所以最后一年妈妈有受洗，这对伊来讲是真重要的一个祝福。牧师今日邀请恁来做礼拜，是希望恁会当开始思考跟体会，恁的妈妈留予恁的遗产，恁的妈妈留予恁的遗产，是上帝所予伊的听。所以兄弟姊妹，愿咱甲上帝祷告，祝福我真做一个唱这条新的歌，互主的听超越时空，互主的听，互主的稳定通过咱。时空不能隔绝神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太水的歌，太水的歌，或者受难周是一个开始，咱做伙祈祷，愿上帝将伊的听，伫今年长长足足，互咱对今年开始更幸福、更幸福、更幸福。咱做伙来祈祷。每一摆阮过受难周的时，恳求圣神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亲像饲信明白，主耶稣所做一切是为着阮好。祝福这个故事，成做阮每一个人的故事。祝福这种的祝福，也成做每一个人的祝福。主耶稣，阮感谢你，
愿你今仔日个礼拜，恳求你伫过来这7日，互每一个参加祈祷会，做伙敬拜你，追求你的查某囝，你的囝子，因的心内充充足足，你的听踮伫阮的内底。主耶稣，阮需要你；主耶稣，阮需要你。主耶稣，恳求你进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厝内，因的人生。我来感谢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来吟圣诗452首，上帝听堂哪会遐大？请起立吟全声。
请坐准备奉献。请坐。所以这咱今仔日真特别的有素贞老师的后生，甲伊的查某囝伫咱中间来代替妈妈伫咱中间做礼拜，咱欢迎因吼有伟成，阁有佑珍恁伫周报顶悬有看到因的名。请咱继续为着素贞老师伊的两个囡仔祈祷，真少年非常不简单你们跟妈妈的告别式办得非常非常的好上帝帮助恁，真无简单，这个年纪要担起这个工作，这个心意，上帝甲恁三甲伫底愿妈妈所留予恁的，她心中许多很宝贵的心灵的世界。会当甲恁做伙，耶稣听恁。介绍我有看到一个，是毋是对美国倒来的姐妹？是毋是？好久真欢有一个姊妹，因厝是伫咱德堂，但是因若倒来拢会来甲咱做礼拜，咱真欢喜她回来咱真欢喜回来。咱拍破甲因欢迎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咱用这条诗歌，来怀念怀念素贞咱嘛为着袂当伫咱中间的做礼拜的咱的长辈在经验府伫台中，全是着孝上因伫台中阁有一个阿嫂阿婆单嫂阿婆。最近仔日阮伫礼拜中间思想着你十字架顶悬的疼，求你原谅阮，用这个讲袂清的言语，想要表达
阮对你所领受遮尔宝贝的疼。主耶稣，阮感谢你，千言万语拢袂当讲清楚，你宝贝的疼。求你用圣神帮助，互阮每一个你的囝子，阮领受你的疼，毋是通过人的言语，是通过上帝你稳定的想事。主耶稣，伫这个神圣的受难周，我要邀请你来掌管阮的生命。主耶稣，求你掌管阮的生命，不但用你的疼来充满、坚固阮，求你用你的十字架来掌管阮每一个人，阮的生命，互阮全然欢喜为你来活。耶稣，感谢你的疼，愿为着阮中间，伫最近若有病痛、有忧苦，主耶稣，求你怜悯帮助。愿奉主耶稣你的名，恳求圣神，将对因的搅扰重大。主耶稣，阮全然交伫你十字架顶悬。后礼拜是国活节，祝福阮伫后礼拜会当带一个受你怜悯、医治讨棒，进入你的圣殿来做礼拜。主耶稣，阮感谢你，请救阮，讨帮阮，医治阮，使阮进入平安，使阮进入光明。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咱来请这礼拜生日的兄弟来头前，咱为着生日来祈祷。小伟忠敢无来？要先生日快乐，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佑心生日，阁有侪兄弟姊妹因嘛生日，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伫因生日的时，主你祝福因。伫过来一年，求天父上帝你，互佑心有上帝你所想事，你的智慧、你的能力，甲你的稳定。主愿将伊交伫你的手中，恳求天父上帝你，互伊伫成长的过程顶，关会当享受成长的喜乐。主愿为着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愿主你的疼常常足足伫因的生命的杯。主你用油抹伫所有生日的姊妹兄弟，互因会通伫上帝你的面前手捧救恩的杯，来甲人分享见证上帝你的慈爱。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后礼拜是复活节，本地咱有要爱餐啦，但是因为最近的疫情，台湾的疫情阁有变化，所以咱的爱餐就暂停。但是后礼拜有圣餐，后礼拜有圣餐，
请咱大家做伙来过这个复活节。咱请师父来报告。等一下，咱来，起身来头前，咱个陈慧刚有来，咱做伙来祈祷，咱来线上祷告，线上感谢。哦，耶稣爱你，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今天勇敢的小勇士咱给拍手。好，现在咱来感谢咱来感谢。牧师为你祷告牧师有这个，我放你桌上。主耶稣，阮感谢你伫今仔日的礼拜，阮用自信的伊的信心甲伊的态度来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互细囝伫伊人生中间真要紧的过程，会当经历着你。主，阮知影，阮教会侪的囡仔伫因成长过程顶，拢有经历着上帝，有刘玉明，有自信，有每一个囡仔无共款的故事。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伊伫即届手术过程顶，得到上帝你的保守照顾，感谢学到你，愿主你帮助自信，也帮助安陆陈慧，互因会通伫建立的家庭内底来建立上帝你用真理所带一代搁一代的信仰。阮伫你面前感谢祈祷，我给所圣名，阿门。耶稣爱你。咱的教会是一个有经历的教会有看到无看到，其实咱拢互相做见证。以前刘一鸣手术的是伫手术房，耶稣陪伴伊对手术到结束，所以出来甲因爸爸讲，耶稣伫手术房咧甲我讲话。因爸问讲伊讲啥物话？伊讲我毋知，伊讲迄话，我虽然听无，但是我知影伊咧讲啥。这就是上帝的听愿咱会当对听讲道到神的内底所以牧师今仔讲慈心的故事，其实咱有真侪人听到遮，一世人走袂到有听到，但是无感受但是有的囡仔是对遮倒头，对感受伊就相信人对伊好，上帝对伊好。上帝祝福咱大家，咱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拢享受上帝的听。咱来请报告。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一到拜四，甲拜六8点伫礼拜堂。联合礼拜拜5 8点伫喜乐保养院。圣港服侍，下礼拜私会请张宏仁执事、苏琴、刘一鸣兄弟出现。林安路甲陈美秀两位执事。朝代第2组爱参暂停。圣安讲读经表，咱请照这顺序来灵修。集体交通第1，2022总会年度主题：传承上帝国，塑造新秩序。咱教会10年的目标展望100，今年是咱教会设教90年，大家同心来追找10年的宣告目标，迈向100。第4月11到14、16，受难周有受难周祈祷会，邀请大家同心感念耶稣十字架的疼，
甲救赎，通过禁者甲祈祷，追求基督来新生命。4月15日拜五暗时有受难日联合圣餐礼拜伫喜乐保养院，欢迎参加共领圣餐。第3 4月17日过偌济，透早5点半伫王景渔港朝阳礼拜，教会5点出发。主日礼拜有洗礼甲圣餐，请预备心。就是本会潘素贞姊妹3月30日蒙主恩调，素贞姊妹安息时，感谢时信德牧师陪伴素贞姊妹2个囡仔。4月初9日中昼12点，已经伫台北二滨之城告别式。今仔日素贞姊妹2个囡仔甲咱做伙做礼拜，请大家继续为画田甲幼珍祈祷，为明仔日的日出礼拜祈祷，请为以下的兄弟生日来代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当按过个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身心欠满的兄弟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甲课业祈祷；第四，为适婚的青年婚姻代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妇人节节得个大雅。这是来念上用圣诗509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愿，请起立吟全首。吟一煞，请牧师教导。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每一个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别倒闭会。